总是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也先传道先祝在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啊！那你的妈妈，不管你在这边或者是已经回天家愿主耶稣基督的爱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母亲节特别的礼拜当中，愿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不知弟兄当中我们目前有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在十字路口上面，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有信心盼望往前来迈进。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这么说：为了弥补因为懒惰与无知而带来人性的弱点，上帝赐予我们教会，来成为建造幸福的母亲。意思就是说，教会就好像那个从怀孕、生育我们、喂养我们、关怀我们，甚至一路引导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一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那天的开始，我们就没办法离开教会，就好像鱼没办法离开水是一样的。教会不只是我们属灵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教会，就好像我们没有家庭的孤儿一样，我们势必很容易就误入歧途，随波逐流，做这世界的物质上的引诱。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支持来自于家庭。我们信仰成长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需要教会在后面支持我们。在17年前，也就是传道33岁的时候，上帝用奇妙的方式引领我们一家来到教会。大家还知道什么奇妙的方式吗？又好讲一下。你说学小提琴？对，牧师学小提琴，有专业性在听到17年前，那我们从在民间拜拜的信仰来到教会。我想起初进入教会的时候，感受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个温度，我们现在都还记得。不过当时间渐渐久，也发现到一些事件，让我们心里非常奇怪的一个感觉，以至于让很多人对上帝的教会的信心开始的动摇。什么奇怪的感觉呢？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在私底下互相讲来讲去，甚至会互相的指责。不只是信徒彼此之间的指责，牧者的意向和信徒所想的方向也不一样，以至于许多上帝的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是我从起初来到教会我所想不到的。一个一直强调爱的一个信仰群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当初的我非常的不能明白。这样让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一样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群耶稣门徒的一个身上。耶稣这位老师，他真厉害，他不只会医病赶鬼，让死人复活，没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这些门徒他们也确信，耶稣就是他们期待久久的救世主弥赛亚。所以这些门徒他们跟随在耶稣的身边，接受耶稣的指导、差遣，他们彼此同工，许多的神迹从他们当中来发生。从外表来看，他们是一群大有信心又相爱合一的团体。但是就在耶稣跟门徒一起吃晚餐的那个晚上，耶稣有3项的举动，让门徒们对老师产生很大的疑惑以及不安。第一，耶稣对门徒说：“孩子们，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孩子们，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教导。耶稣真的很爱这些门徒，但是我们从四福音知道，门徒已经跟随耶稣好几年，但是这些门徒心里面一直在暗中的较劲。当耶稣做王的时候，谁在坐在右边，谁坐在左边？可是今天他们一点好处都还没拿到，耶稣竟然说他要离开了。
这群门徒没办法了解耶稣接下来所要面对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已经到了，却还在为自己打算。第二，当门徒欢喜准备跟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突然间离开座位，把外衣脱掉，拿一条那个毛巾系在腰上面，然后将水倒到水盘里面，给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圣经这么说，耶稣离席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水盘里，开始一个给一个洗门徒的脚。这让人想不到的一个行为，让门徒非常害怕，因为平常门徒们彼此之间也未曾洗过脚。在那个年代，只有学生给老师洗脚，奴隶给主人洗脚。今天他们的老师耶稣竟然脱掉外衣，我们就是台语叫做喷巴点，这个洗脚的动作让他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尴尬。耶稣放下老师的地位跟尊严，以奴仆的身份给门徒们做榜样，要他们学习谦卑，彼此相爱，委身服侍。但是这个动作，这个洗脚动作，却让门徒感觉到非常的惊慌不自在。因为这3年多以来，门徒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个气氛，因为他们常常爱比较，爱争高位，要他们学习老师互相洗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要洗脚，也是别人洗我的脚，而不是我去洗别人的脚。耶稣这个洗脚的动作，让他们心里造成非常非常多的震撼，也加剧他们内心里面的冲撞。最后，当他们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的脸非常的忧愁。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跟你们讲，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时候的门徒彼此相看，你看我，我看你。他们不知道老师所说的人是谁。门徒跟随耶稣的这段期间，彼此的猜疑、嫉妒、对立，越来越明显。到底老师所说的人是谁？大家内心都在猜是别人。每个人都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但是耶稣真清楚门徒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不愿意洗脚，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接纳彼此的过失。我们都知道脚是肮脏的地方，代表人的罪。互相洗脚就表示我们要接纳彼此之间的罪跟缺点。耶稣也知道他们没办法互相的尊重，因为他们彼此想要做大位，看自己比别人更强更重要。耶稣也知道他们没办法彼此原谅。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的时候”，他们就想当作审判官一样，把那个人抓出来，而不是心里面想说到底是谁，我们如何去挽回他。他们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讲说不是我就好了。约翰福音13章1节这么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一直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门徒，爱到底。耶稣知道他已经没办法跟门徒解释清楚，也没办法将门徒放着不管就离开，他就直接命令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来放一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是这时的门徒，他们的信心已经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他们所看重的是自己，所想的是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没有再注目在耶稣的一个身上，他们失去了起初受呼召愿意跟随耶稣的信心。又看到他的老师在替人洗脚，这些种种不合理的一个事件，让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开始产生动摇，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信心也失去了。这个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一个重要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给的命令，绝对不是门徒担当不起的。耶稣一直以来的教导，他的命令绝对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就以现在来说，学生在学校里面，我们都当过学生。学生在学校里面有学校里面的校规、走时间的规定，还是每一天回家的功课，有这些命令，代表老师觉得你一定做得到。不过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愿意按照规定确确实实去做。耶稣的命令也是一样，门徒的软弱，耶稣都知道。耶稣今天要他们彼此相爱的命令，也是相信门徒一定做得到。要是门徒做不到，做老师的耶稣，他不是就很没面子吗？如果今天老师出个功课，回到家里面，学生都做不出来，那是很奇怪。学校规定8点要上课，小学8点要上课，这个是一个你只要正常起来，都一定可以的。只要门徒愿意放下谁要做右边、左边的想法，只要门徒愿意接纳别人的过失，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的。只要门徒愿意放下事不关己、论断别人的骄傲，其实耶稣的命令一点都不困难。耶稣对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在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来攻读耶稣所颁布的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跟以前2000多年前那群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也是在台湾2000多万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受拣选。不管你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上帝的爱让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成长，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保守干部上面，让我们渐渐的长大，让我们充满智慧。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互为肢体，只是因为恩赐不同，以及我们服事的意愿、心智不同。有人特别受呼召担任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团契会长、辅导，甚至只是平信徒。我跟牧师，我们被呼召当做全职的。不管在哪个职分，我们都要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常知道，兄弟姐妹之间彼此难免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会有发生纠纷的时候。可是我们肢体之间却无法做到彼此相爱，这个良善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我们没办法做到彼此相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看自己比别人强，自己比别人大。我们常常爱争相做大，我们分党结派，好像很多事情没有我不行。这个团契的会长没有我不行，这个护理会的会长没有我不行，我一定要当执事，我一定要当长老。但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没办法做到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没办法彼此接纳对方的过失。我们不但不想要互相洗脚，我们甚至会想用肮脏的水泼在别人的脸上，甚至用盐巴撒在弟兄姐妹的伤口上面。但是耶稣却做我们的榜样，他愿意倒空自己，取奴仆的身份，他谦卑顺服到死，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办法做到彼此相爱，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来做判官，来定弟兄姐妹的罪。我们对失落的羊，我们放着不管，让他们在角落里面被边缘化，甚至自生自灭。
那耶稣怎么做呢？耶稣为了一只羊，他暂时放置那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各位虔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长久以来在教会好像成为一个口号。有人开玩笑这么说，这是用台语讲的啊。彼此相爱，卖彼此相爱，都没办。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谈到彼此相爱，不要彼此互相的拼命就好。彼此相爱，仿佛在教会变成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大家当做教条规律放在那边。其实我们没办法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失去起初对主耶稣单纯的信心，以及上帝起初呼召里面起初的一个爱。当我们跟随耶稣时间一久，圣灵的力量给我们有智慧的教导，也在教会完成许多的事工，甚至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完全极大的改变。我们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给你在做的，你的病被得医治，你的生命当中重新找到生命的一个方向，甚至在你的工作、家庭、你的婚姻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看自己越来越多，和耶稣越来越少。传道再说一次，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间越久，圣灵的力量让我们充满从属天而来的智慧。在教会，我们完成许多的事工；在社会上面，我们得到许多的成就，甚至是地位，以至于我们看自己越来越多，看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爱争坐高位，我们不愿意彼此互相洗脚、委身服侍，我们甚至不愿意原谅那些得罪你的弟兄姐妹，以至于在教会这个信仰群体，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一直在任何一个教会在发生。弟兄姐妹，其实要做到彼此相爱，真的很简单。刚刚我们在台语堂的我们儿童指示学在那边献诗，我们看到那些小朋友很天真的，有的特别唱得非常非常大声，有的人害羞有的动作很腼腆。我们要回向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一个心，我们要回转像孩子一样，我们用单纯的心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耶稣对门徒们有信心，也对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要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要有信心今年的母亲节前，也是在上个礼拜，上帝送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礼物，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你们这边都认过，大家随便猜一下。台语他们说，那个一节传道透过牧师这个决定或者是我们下个月是我们社教70周年。上帝在上个礼拜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建成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昨天上个礼拜才展现出来，这个信心是一点一滴在我们建成教会积沙成塔。这是这2年多来，我们通过许多的事工，许多的事件，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委身服侍在这当中。虽然在这当中有许多伤心流眼泪的事情发生，但是上帝却让我们学习到信心的一个功课。上个礼拜我们参与泰雅尔中会元春教会，他们钢琴，他们要买2手钢琴的一个募款。上礼拜元春家的牧师有说，传道有说他们还要修缮，缺5万多块。元春家的传道是传道的同学，因为现在有新朋友他们不知道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在联络当中，我这个同学一直跟我说一杰哥，真的不要勉强，没关系，你就靠信心他也不晓得录到底算多少
他也在上礼拜有分享，他们教会这个月的经常会只剩下1万多。会后的时候，传道有在跟他们的长老在那边聊天，他们传道有跟他们长老说，其实你可以传道的谢礼可以晚一点给我没关系。可是他们长老讲的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延春教会这20几年来，我们纵使再苦，我们想办法都一定会给传道人的谢礼，不能少，不能延迟。我听着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们因为长老说，谢传道来到他们教会这2年多，给他们很多的一个教导，也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信心。虽然他们目前教会非常多的一个欠缺，他们也为了这次的募款，他们已经很长期在禁食祷告，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开路。13805，不是这一期的乐透，来大家看一下那个周报啊，来看一下周报。我们看一下那个奉献明细，内页里面的奉献明细，对外奉献13805。这是上帝给我们2间教会信心的一个记号，是欢喜的记号，也是流泪的记号。快要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师母跟我说，她好想哭。其实我也想哭，因为我跟志明牧师带过弱小教会。但是我们带弱小也没像他们那么惨，我觉得他们真的比我们还惨。也可以知道那个师母她在旁边他们的一个心急啊，对教会的一个心急。但是这13805也是给我们建成教会彼此相爱的一个记号，也是上帝加倍祝福延春教会的一个记号。因为信心，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跟延春教会一起打赢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魔鬼最不想看到的。上帝加倍祝福我们2间教会，我们要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她所成就的常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事情的发生其实还没结束，一直在下去。其实，在上个礼拜阿姨堂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传道，等一下如果不够的，你跟我讲，还要补助。”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对我们建仁教会信心很小，这是我们过去一直以来给人家信心很小。他怎么会这么说？我跟他讲说，传道非常有信心，因为传道上礼拜天就是这个礼拜2，我就要。牧师这个讲到，我根本把那个事情早就放在一边了。我一直为了上个礼拜我同学来募款这事情，我就放在心里面。我一直有感觉，上帝一定会成就的。我们有另外一个姐妹，她刚好在台中的娘家，也有一台钢琴。其实他们募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他就问，那我们把那台钢琴给他们，他们就不用再买，他们可以用募款来当做他们的经常。可是他们因为已经撑不住了，他们原来那台钢琴50几年那他们用分期付款，先买一个中古的所以呢，以至于我们就是他们有一个联导会是原住民的，我们就联络完之后，又给了另外一间教会的主日学机构。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圣灵所成就的常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神迹奇事，传道要求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我们要献金、献我们的心，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不管是我们建成教会，或者是从台南的临安教会，我也很感谢临安教会在那4年帮助子群。成长很多，真的，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很担心的。
但是在临安的教会，因为他第一间教会，然后后来第二间才到临安教会。临安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今天的辅导来了，辅导哪一位？辅导你们起立一下，我们就可以辅导今天特别来看子群啊。我们要让我们建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教会，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荣耀上帝的一个器皿。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上帝立国美好的一个计划。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可能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常常我们失去了那个信心，失去了那个盼望。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一直都在。他就如同对那2000多年前那些门徒一样，他不会放着不管，他就离开他们。他赏赐我们一条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的生命就有办法得到翻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得到很满满的爱，我们也要将我们这个爱来分享出去。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凡事都能做好，信是未曾看见，信是未曾看见。去上班。